嗱，因為個 AI 嘅發展咧，就本身由低智能去到高智能，去到高智能，而家佢就係落去個應用層面。你講 physical AI 就係呢一種應用，即係落去一個實際上會操作嘅一個層面。咁呢個仿生嘅做法，亦都相對正路嘅。近年好多嘢都係仿生嘅，模仿機器人，但係咧。我就一路都認為你個 AI 嗰個發展嗰個順序，雖然話去到2026個主題就係講緊呢一種機械人，但係機械人實際上可以帶嚟幾多需求、幾多產值嘅增值咧，我就有啲保留嘅，因為你如果講緊機械人或者所有 AI 啦，喺個經濟體裏邊最大嘅貢獻就係一個比較大嘅規模。總之個規模效應，一係大量嘅，一係快嘅，一係多嘅，一係即係嗰種模式嘅生產。但係如果你去到嗰個模式嘅生產，係咪需要做一個人形咁樣款嘅嘢去達到你嗰個目的咧？我就認為唔太需要嘅。你睇翻上一代甚至新一代嘅工廠，從來工廠裏邊都好多機械臂，有好多機器去生產，但係唔需要做成一個人形咁樣樣嘅。嗯。因為